后来过来，这是高雄左营台中二路的路口，早暝12点外发生一件车祸，有6个人受伤。当时一个25岁驾驶刚驶离要借外的专用道过来闯红灯，撞到一台黑色的轿车相撞，黑色的轿车怎规个刺过的对向的车道，弄到3个咧停红灯的骑士，好你家在，敢若受到轻伤。 半暝，桥道的人拄着红灯停落来，想要到对向的车道，有2台轿车相挨，直接就冲过来。透过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车相撞了后，桥道的人拢着惊，加在3人敢若轻伤尔。只有听到声音，车子加速，你知道加速的声音吗？应该懂然后下一秒就。车祸其实1个礼拜很常发生可能1、2次都有机会。机车道可以直行的时候，却还是因为右转的汽车挡在那边，他们反而转不了，会一直就是喇叭按得蛮精彩的这样。半暝11点外，驶白车25岁姓吴的男驾驶载人沿民族1路由南平向北平驶，唔那占正外的专用道，佮直行弄红灯。这伫台中2路口，甲40岁姓蔡的男驾驶赛车相撞。3名重机骑士与2名汽车驾驶人均无酒驾。车祸造成2台轿车甲3台乌多摆弄歹去，加在桥多摆的人伤势无啥要紧。造成车祸原因还佫调查，是讲搁看一摆。伫路口停红灯险后车弄到，和桥乌多摆人真正是着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。